乡亲继续来看这个婚林的斗南国小举办耶诞节点灯祈福的活动，学生来写卡片，感谢防疫人员的牺牲奉献。除了互囡仔提前来过耶诞节，嘛更加知影爱惜这个惜福甲感恩。 优美的口琴声提早为斗南国小带来圣诞节的气氛。学校办理圣诞点灯的趣味活动，除了校方人员拿发糖啊，嘛互学生写着祈福卡，感谢为疫情付出的防疫人员。我写希望疫情可以画下句点。虽然这段时间比较辛苦，可是防疫人员还是没有放弃，大家要保护自己，也保护他人。谢谢防疫人员。 请点灯。学校希望透过这个点灯仪式，会使让学生囡仔提早感受过节的气氛，嘛会使学习到惜福和感恩。旧的一年的一些不好的东西呢，都能够随风飘散。新的一年，我们能够大家身体能够健健康康、平平安安。嘛希望这个活动会使让学生囡仔有一个难忘的回忆。